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25，申命记10章12节安尼讲：以色列啊，这就是上主，恁的上帝对恁的要求。只有敬畏上主，恁的上帝，行伊的道路，听伊，专心专情服侍伊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听你，专心专情服侍你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愿来到你的面前，用谦卑的心来恳求你，互阮伫生活中明白你的旨意。因为你是全能的创造主，一切智慧甲财物拢伫你的手。阮的人生也是你所掌管甲定着。主啊，求你互阮无靠家己的才调来安排甲计划，互阮单单追求你的心意，照你所欢喜的道路来行。主啊，世间人偏行家己的路，无追求你的心意。总是阮要知，你对阮的要求，爱阮做，就是只有敬畏你，阮的上帝，行你的道路，听你，专心专情服侍你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